身為主婦，家務繁多，難免會患上主婦手。唔想咁樣，可以點樣？屋企必備告別主婦手三寶：第一，橡膠手套，揀啱 size，有彈性又柔軟，抗菌兼縮乾；第二，抗菌海綿百潔布，3層抗菌海綿設計，內擦內磨，而且易於去除污漬；第三，最後一樣亦都係最緊要嘅一樣，就係洗潔液，用天然成分，具生物分解性，能溶喺水中，減少環境污染。手係女人第二張臉，所以做家務之前，千祈唔好嫌麻煩，一定要戴手套，避免雙手長期沾水或者係接觸刺激性物質，亦都要避免使用過熱嘅水去洗手。做家務之餘，亦要好好呵護自己。同大家分享咗呢套告別主婦手三寶，碗碗碟碟零立立，乾淨晒。大家有更多清潔小法寶，記得同我分享，話我知。多謝收看詩詩言之日常，記得 follow我同埋 share 俾朋友啦，拜拜。